斗转星移，时律流转。五日一候，三候一节，乃有四季。周而成年。刘一蛋，你不说能飞起来吗？能飞，热气上升，这是科学。这在汉朝时期，刘安就用鸡蛋壳做了一个简易的热气球，就飞起来了。蛋壳都能飞起来，那鸡不得上天了吗？我想拥有魔法，这样就可以把鸡蛋给竖起来了。这是大自然的魔法。今天可是春分，昼夜等长，阴阳平衡，或许竖蛋会变得更容易哦。哇，怎么样？看，对不对？我要试试。别灰心嘛，老爸送你个礼物。淮南万碧树，大家看看，竖都竖不起来，还说能飞，骗子！离奇，离奇！王爷，春分到了，该祭日了。今日春分，昼夜平分，阴阳调和，此乃天公之造化也。春分祭日。春分已至，雷乃发生，四阳渐盛，万物复苏，五谷生长。不错。
王的书。这2天照顾好自己哦，别光研究蛋了。春分吃春菜。离奇，离奇！你是谁？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本王是淮南王刘安侍女，你又是何人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拿我的书干嘛？你的书，这明明是本王的书。别过来！在呢。何人？大惊小怪，那是 AI，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它还能预报天气呢。今天是2022年3月20日春分，气温15度到22度，春光明媚，适合出游哦。春分？你们2000年后还在使用24节气啊？哈哈，当年可是本王把这24节气编进淮南子里的。你别演了行吗？玩什么穿越？你骗小孩呢？我是不会相信是刘安的，就算你是刘安，你也是个大骗子。把这书页粘上，我应该就能回去了。这撕掉的部分呢？不知道，反正上面写的也都是骗人的。谁说是骗人的？我自己实验过，鸡蛋壳根本飞不起来。是真的，本王亲自试验过。如果你能证明它可以飞起来，我就信你是刘安，帮你把书页给粘上。一言为定。蛋壳太重飞不起来，需要把外壳去掉，还需要煮熟它。离奇，离奇！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啊？刘一蛋。一蛋，一蛋，好名字呀！你看这个字，一个日加一横，朝阳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，代表了希望。你就是希望。今天啊是春分，从今天起呢，白天会比晚上长。四阳渐盛，万物生长。你现在就是在生长，所以你要相信自己。我自己来。最后一片，一定要小心哦。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成功了！谢谢你，刘安。此乃本王之发明。有神物，四季皆可造兵。现代火种。
春分之日，昼夜等长，阴阳调和，此乃天公。此后，白昼渐长，莫负春光，莫负希望，此乃人为。春种秋收，天命人为。你的热气球，未来一定能飞得更远。种下了小小梦想，一起找春天的痕迹，就在仰望的方向。白昼渐长惜春光，莫负年少时理想。我找到春天在哪里，在你眼里闪着光。当天光和夜登场，期待你出现在身旁。3号气象监测装置可以升空。又何方？给我相信的力量。纯情版少年是你，白昼渐长惜春光，莫负年少时理想。我找到春天在哪里，是你心中的希望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爸爸，啊？蛋蛋是什么意思呀？蛋蛋呀，蛋是天亮、开始的意思。你的名字代表了希望，你就是我们的希望呀。真不愧给你起了个名字叫蛋蛋，天天鼓捣鸡蛋。为什么你能把鸡蛋立起来，我不行？因为爸爸会魔法呀。魔法？